下位聽眾啦，之後再係一齊去傾嘅。咁啊，跟住係接到蘇生，早晨，將會錄製此通話。早晨。哦，係蘇生，早晨。咁啊，大讚阿馮生，佢為人民監督澳港市嗰啲公帑唔知去晒邊。咁啊，又讚阿黃婆婆啊，只得嗰啲客席30蚊夠用，買啲雪條都唔夠。唉，真係涼薄啲客席。咁啊，黃小姐講下社會嘅責任係，我認同啊，即係生仔啊，咁啊，你啊應該以身作則啊，帶領你哋差唔多有2000會員咧，就去嗰個澳港市啊，叫埋澳港市嗰1000幾個靚女咧，咁啊負實社會嘅責任。包括啲私生子啊，咁啊，澳門街咧，肯定就唔怕老齡化，係嘛？蘇生，你係集中話題啦，好嘛？我而家仲唔集中啊？係集中講翻，你如果係政策方面有冇啲咩建議啊？你頭先提到啲生育嘅政策。建議啊，生多啲你哋咁啊，黃議員咧，你拉票嘅口號啊，依法監督特區政府，應該唔好擺依法嗰度咧。你唔識法咩？你咁嘅依法監督特區政府係即係個特區政府違法咩？係咪？佢冇違法。唔係好明你個意思。你唔明咪讀下書先啦，讀下法律先啦，係嘛？最好噶啦。咩違法？違咗啲咩法咧？佢依法啊嘛！你阿宋敏利大法官都唔敢咁講，依法監督特區真係，真係讀下書先啦。咁嗰日我9月嘅29號咧，走去你哋個廣場嗰度咧，交辦嗰個習主席嘅經濟思想文化。蘇生，你個人嘅一啲行為可能就唔涉及時事話題啦，有冇時事話題傾啊？哎呀，嗰啲係時事啊！哇，咁嗰啲聽眾又話樓上漏水，樓下嗰啲就係比較係社會性嘅話題。如果你係嚟俾本書俾我哋公司，咁可能就唔係一啲時事嘅話題。如果冇其他時事咧，我哋就傾到呢度好嘛？嗱，你哋咧澳港視咧唯一澳門嘅大咖媒體嚟噶，係嘛？好啦，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多謝蘇生嘅電話先。咁前後有好幾位聽眾啦，譬如我哋仲有一位金生，仲有一位金生嘅，我哋聽埋金生，或者報埋個天氣先，等一陣啊。各位老闆，澳視澳門電視頻道已經覆蓋中國內地全境，由珠三角擴展至神州大地，宣傳效果勁好多。澳廣視就係各位老闆揾生意嘅最佳拍檔，即刻打嚟85994840落單啦！而家嘅天氣係黃色高溫提示現正生效，現時室外氣溫攝氏29度，相對濕度78%。我哋聽埋金生嘅電話，金生早晨。早晨啊，主持同埋嘉賓早晨啊！咁今日咧，我都想分享一下嗰個少子化對於老師嗰個影響嘅。咁我另一半咧，咁其實佢就係幼稚園老師。教學啦，確保到咧每一個學生咧都有更豐富嘅一個教育資源嘅。咁所以其實未來咧，我哋都會繼續推動特區政府係即係因應而家我哋少子化嘅情況咧，能唔能夠出台一啲比較彈性嘅政策？例如喺幼稚園階段啦，我哋推動3師共教，咁就可以咧讓到我哋喺每一個班裏邊咧，我哋嘅同學咧能夠得到更多老師嘅照顧啦、教育啦。咁呢個係一個方面。咁第二個方面咧，就係我哋嗰個開班嘅一個班額，能唔能夠有一個比較彈性嘅一個開班嘅政策咧，可以暫時讓到我哋呢啲真係比較困難嘅學校，能夠喺我哋嘅班額同埋喺我哋教師隊伍方面咧，能夠有一個即係穩定性，大家能夠即係稍為度過呢一段比較艱難嘅一個時間咯。咁呢個係一個方面嘅。咁另外咧就係針對住可能而家唔同學校有一啲嘅困難嘅情況，咁我哋都認為咧特區政府係要繼續落實呢個一校一策嘅，咁幫助我哋唔同學校因應自身嘅情況啦，去發展到自己嘅教學特色啦，同埋一個專精化啦。
讓到咧家長都有更多嘅選擇，同埋可以睇到每個學校有自己一個特色嘅教育，咁可以吸引到家長去就讀。咁另一方面呢，其實可能校舍嘅環境咧、教育嘅環境都係咁歷史上嘅原因，有一啲嘅學校咧都係處於一個比較